活學威龍2009，達叔啊，今次有威進啊！點威啊？我做咗班代表，頭先上台演講。哎喲，講咩先？廣告仲喺度噶。各位老師、同學、小弟認為學生應該保持淳樸風氣，唔好成日打打殺殺，草管人命啊，查毒生靈。好，雖然未破案，不過叫人唔好犯案啊，都係我嘅職責嚟噶嘛。感動啊！不如話俾張 Sir 知，等佢為你驕傲下啦。唉，我為星星感到難堪就真啦，因為你都冇睇清楚，讀錯晒啲字啦。管字係竹花頭，而嗰個字係草花頭，所以應該讀做草菅人命啊嘛。而查下邊嗰個係個木字，同荼毒生靈個荼字都係唔同噶，所以呢，睇清楚啲，自然就讀得正確啲啦。What？ 唔怪得啲人聽完拍晒手，仲笑晒口啦。原來係語到盡。活學威龍2009，由令你學得優良、活得漂亮嘅活學教育，幫你自破中文謎團。教育局註冊編號555665。